这礼拜二3月8号，就是一年一度的妇女节。真侪女性不只爱顾家庭，嘛需要兼顾工作。除了台湾的小英总统当选以女性当家做主，引起国际注目。但是女性公务人员的比例，对2018年到2020年的统计，成长幅度嘛是6度上悬。另外，伫市场每天9年以来，女性主管的比例，对107年的33.2%到109年的37.7%，拢是持续成长。因为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禁用呢，它主要是以国家考试来录取分发，那包括未来它的签调呢，也是以人事法规来做禁用的依据，并不会说因为性别它的差异来做不同的录取的标准。那依据6都的性别差异比例的统计呢，那本府从2018年到2020年，那这个女性的这个公务人员的成长，分别从53.74。成长到54.11。那另外，特别是本市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呢，那女性的主管比例呢，分别从33.2，那进步到37.7，成长了将近5%。那对于一级的局处首长呢的禁用呢，也是本用人唯才。那譬如说，像本府呢，目前有2位副市长中，那其中1位就占女性主管。那另外27个局处的首长中呢，那就有6位的女性的局处长。那所以未来呢，将持续根续呢，就是以性别的营造性别友善职场。为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，甲落实性别平等，但是政府强调以人为才，绝对不是单一性别，而是全盘对性别的观点去思考。台湾新闻顾问林根采访报道。